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台中市有公车咧转弯的时阵弄死人。当时一对少年翁仔某刹着一台婴仔车，行伫咧斑马线转咧过大路，一台公车倒弯滑过来，就甲人弄落去了。这个爸爸是伊拉克的人，轻伤。伊30岁台湾籍的太太，甲坐伫咧婴仔车顶1岁半的后生，受伤是真严重，送病院抢救，救无转来，亡生了。这个公车的驾驶讲，这个路顶暗昏，转弯有死角，并无看到斑马线有人咧过路，等甲弄着人才知影出代志了。这个驾驶是真惊讲，一直会失咧。公车伫大路口倒弯，所来弄着行伫斑马线青顶过车路的只口罩3个人，2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我们是那边转过来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他，他应该是在我车的后面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那个妈妈跟那个婴儿。肇事驾驶讲，倒弯的时无看到斑马线有人，弄着人听到声音才知影出代志。当时32岁伊拉克籍爸爸带30岁台湾籍的太太，太太刹婴仔车，车顶是2岁半的后生，只口罩3人过车路，经到一半公车滑过来去弄着因。爸爸是轻伤，不过妈妈和后生伤势严重，送去边的病院抢救，犹原宣告不治。可能是因为这边太过昏暗，然后公车司机他过来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稍微减速，可能就直接上去了。53岁姓陈的肇事驾驶，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。根据了解，伊伫这间客运赛公车驶5年外，无固定的路线，伫昨暗时驶200号公车时，弄着只口罩3个人，造成妈妈、囡仔死亡，伊嘛直会失的。真的对不起，真的，对我心情真的很不好。姓陈的驾驶讲会赶紧去病院找伊拉克籍的爸爸会失的，警方嘛当咧调查车祸原因。陈男驾驶公车，并在英才路口左转，与3位行人步行沿学士路行人穿越道穿越英才路口时，发生碰撞肇事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只口罩3个人当时是行伫斑马线，公车要弯的时，灯号嘛是温存倒弯。不过赛车经过斑马线，拢应该先停落来，让行人通过。我弯的时嘛要注意前后的状况。这场车祸，伊拉克籍的爸爸失去太太，还有后生，肇事驾驶嘛要面对司法审判和赔偿，重创2个家庭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